好，氣象署預告講，下暗到明仔早起，雙北地區風雨會上明顯。即馬雙北災害應變中心攏已經立即開設，也台北市長蔣萬安提醒講山區可能會透大風，也大水禍。也新北市長侯友宜強調，沿海會是上大的挑戰。日頭有時陣會出現，閣不時會落幾粒雨。隨風台北海底繼續挖進北部海面，受外圍環流的影響，有計七八岸掛初九的日時，雙北地區風雨上明顯，較會有低延時強降雨。雙北災害應變中心都已經立即開設，台北市長蔣萬安提醒，山區可能出現超強雨甲強陣風。新北市長侯友宜強調，沿海會是上大的挑戰。其實我們都以1級的高標準來面對這一次颱風。北海岸北側、南側山區，特別要慎防豪雨造成的坡地障礙。雙北避災風台，也毋過年底大選挖緊，台北市長選戰繼續搶滾，主席採購 BNT 疫苗，隱形詐騙案也正做攻防議題。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批評蔣萬安進前講，中央要有夠疫苗，民間就免買，文化部公道顛倒烏白。蔣萬安特別回應疫情期間真慘的記憶，人民袂放袂記。今天有些人要洗人們的記憶，記憶是不會被洗掉，尤其是政府當時阻擋疫苗，為特定疫苗業者講話，人民搶打疫苗搶不到的慘痛經過。他完全知道當時為什麼疫苗很難買的處境，選擇指責保護被害人的陳時中部長，他應該要就這件事情清楚的說明，而不是換題目，而不是扯開話題。新北有批評，事實已經證明主席都是受害者。迄當時擔任衛福部長的陳時中，當年是要當詐騙幫助主席，唔甘陳時中和蔣萬安抹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